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甲财违法三大法案的修正案，伫咧立法院三读通过。民进党团讲可能会申请释宪，或者是行政院长提出复议，甚至是行政院长唔复述、总统唔公布法案等等来阻挡。不过，若是安尼时，在野党提出祷告。总统嘛，就要甲国会解散，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敢若会互政治对徛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立法院整日伫调解冲突之下，通过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甲财违法三大法案修法。对此，民进党表明会尽一切救济手段可能方式，包括释宪。行政院长提复议案，也有联合旅委提及行政院长不复述，总统不公布。也毋过破出来是在野党提出祷告案，也会面临总统解散国会。党团总调郭建民强调，等24日立法院刑事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了后，会陆续开会讨论应用。三读的法案离送到行政院还有一段距离，议会结束了，大家过年以后再好好想一想，冷静一下。执政党就不应该有当家闹事的想法，更不应该要持续的造成朝野互相的对立，好好的接受多数民意的声音。南亚立委表示，若不复述不公布，会引起宪政风暴。或者所主调指出，行政院长复述权是执行总统，毋是对立法院，而且毋捌发生过总统不公布法律，或者但因轻也真危险。那所向上极端的抵抗措施，只会相关政治对立，僵局会愈来愈大。我觉得是政治上的终极武器了。那通常人家这样做，就是说我要跟你收哈，那就变成说，那这个僵局就扩大。我觉得这不是很妥当。同样的，总统这个不公布也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申请释宪，也许也可以提起这个法律复决。另外，刷落来也有选罢法加一地限、人人福利法、也强制保护法、建材人事条例、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国土计划法等6项争议法案，条约高达无共识。所以会期结束进程，立法院冲突恐惊又会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财违法修正案三读通过。预估中央分予地方的税金爱加拨3753亿。行政院长杜永泰讲，若是安尼，未来拄到天灾，地方政府都爱家己想办法。不过，这个讲法是引起在野的批评。杜永泰解说讲，这新的法会害国库变甲空空，希望外界唔通甲伊讲的话站头去尾。未来台风来临，行政院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到各个地方去。地震来临，地方政府要自己非常勇敢去面对。立法院财政收支违法三读，行政院长杜永泰这话其实引起在野批评。不过，伊伫暗时经由面册来公布全文，也爱外界看清楚才落笔。杜永泰讲，伫新法之下，中央国库变甲空虚，伊强调真无愿意看到这款的代志发生，希望各界冷静来思考，是毋是有另一机会做补救挽回。难道未来地方补助只有赖友友能获得关爱的眼神吗？在民主国家，没有第二句话，就是道歉、辞职、下台。蓝营故意曲解卓院长的想法，国民党自己修恶法，再来攻击说真话的人。根据财政部初步计算，修法了后，台北市增加市全国第1名，新北市第2名，高雄市对500亿增加到745亿。伫非直辖市内底，新竹市是非6都内底上水。不过，屏东县虽然增幅109%，却是非直辖市内底上尾名。屏东县长周春美面册批评，讲修法无公平，有大南北差距。另外，台南高雄增幅也排6都上尾2名，国民党、民进党继续互相批评。这个分配的公式是非常不合理的，可以说是北部吃肉。东部喝汤，南部连骨头都啃得很辛苦，绝对无法善罢甘休。我举手支持财划法通过，让台南市的分配款从322亿增加到485亿。对着财违法通过条约，甲各县市拢有意见。澎湖县政府也发声明，讲新法忽视离岛特殊地理的需求，排除离岛是客观广大海域面积，敢若以人口数甲营业业为主要计算的单位，造成分配不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加上水汽上北，天气会较湿湿、较凉冷。各地日时也是侪云，而且有可能会落雨。敢若有金门、甲马祖是侪云的天气。咱来看云图。今仔日食方便，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甲宜兰山区有短暂雨。
其他的所在甲偏乌嘛有局部的短暂雨，水汽向北边来行煞，北部水汽会增加。顶半部雨会落伫咧东半部甲中南部，若下半部北部落雨的几率嘛会加悬。今仔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伫咧苗栗的三湾，干那7.3度。整体来讲，要是较凉冷的天气，若高温差不多拢伫咧17至20度。气象署针对全台湾5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新北甲宜兰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有持续10度或者是10度以下的情形。若新竹县、苗栗、金门是黄色的灯号，有的所在已经伫咧10度以下，提醒民众大家都爱穿好烧。再来，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建议入境的旅客早免税酒的上限由1日要放到1.5日，初步估计这税收的损失会是300万。财政部最近会提报行政院同意，再个预告法规修正。上紧申请了后，就会来实施。过来看联合报，国军的人力严重流失。有立委指出，军校的毕业生做志愿役提早赔钱退伍的，一年是超过1000人，差不多是招生人数的1/3。军方的官员伫私底下表示，志愿役官兵的薪水看落是袂歹，不过甲其他同款劳力类型工课的月级，就明显有争差。这个薪水伫咧工课场，若要有竞争力，每个月可能要增加2万以上。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日本陈永康审查国防预算的时阵指出，国造舰舰海鲲号海顶测试有真侪风险。出海测试的人员，事先若是无专业的训练，舰舰敢若有3根变速，可能连变速安怎使用都拢唔知影。因为这舰舰的变速真下，而且设计是真特殊，有一定的天数。海军按算伫咧明年4月初1要做海顶的测试，一直到9月份结束，11月份来交会。继续咱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明年1月20就要正式就职，时到咱台湾会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参加。另外，拜登伫咧落任进前宣布第19届卖武器予咱台湾。美台商会伫咧邀讲，等川普就任了后，赖清德总统会更加拍拼，甲美国争取预算、甲军事等等的援助。到底翕相留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这个月中到美国，甲总统当选人川普甲夫人梅兰妮亚伫海河庄会面。根据日本头卫新闻报道，川普除了讲到对安倍晋三的思念，更加讲到家己真重视台湾有事议题，讲中国甲台湾是关系到世界和平重要问题。因为明年1月20日，川普就职典礼，咱国祝贺团确定由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参加。朝野按照比例来组成，我想这符合惯例。跟美国的智库还有友好的这个参众议员来做一个对话。看2005年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就职时，是当时众议院长李婉铁率团；2009、2013年奥巴马就职，受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代表，开启国会议长去祝贺的惯例。不过2017年川普就职典礼，因为立法院院会处理中有算案件，改由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出席。2021年拜登胜选了后，因为拄到疫情，然后由当时担任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出席。不過創下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頭一擺得到美國官方正式邀請紀錄。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拜登下任之前，閣在宣布任內第19擺對台軍售。美台商會會長韓盧表示指出，有期川普上任了後，賴清德總統會更加積極向美方爭取進一步增加安全援助，包含購買新型設備甲系統等。希望這些安全伙伴可以提出更多的國防預算，來分攤這個防衛的責任。專家分析，川普第一任期時對台軍售總額達到將近75億美金，包含釋軍到台灣的 M1A2T 戰車、海馬斯最講起錢，也有明年要陸續交付的 F-16V。所以，在川普2.0時代，咱方無敵卡會再向美方提出採買水面艦、M109自走炮，甚至 F-35戰機來提升國軍的戰力。記者綜合報道。最新的消息，咱要來看，在台南有一個30幾歲姓陳的查某人，今年11月中的時陣，伊甲因兜的人講，伊要出外去做工課3工，不過出門了後，突然咧失去聯絡。家屬報案了後，警方有查到這個查甫人是已經去到泰國，後來收到伊的信息，伊講伊被騙去泰國甲緬甸交界的一個園區，落尾家屬找立委真情鬥3工，總算順利甲人救出來。昨昏下晡的時陣，已經搭飛機轉來咱台灣。
滴帽啊挂喙暗，手的无挂行李。这位敢若是被骗去泰国缅甸某一个园区的姓陈的查甫人，经过各方面走藏救援，昨下昼总算平安返来台湾。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老爸讲，11月中因后生甲出来人讲，要出去工作3天，尾仔就无消无息。报警了才知讲后生人伫咧泰国。警察通知我说，他从高雄出境到泰国。我当下完全无力感，我不晓得说什么，寝食难安，我不晓得那日子怎么过，我感觉人生是绝望哎。这个月初，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传信息叫厝内人救济，因老爸找入去林俊贤斗3天，经过1礼拜看海救人，林俊贤除了同行关系，也讲好佳在有定位坐标。他就是每一天那几天，每一天他都有一个固定时间，短短的，刚好有个空档，他可以传简讯出来。还有传定位出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用一份模式的对话，冒险和家属详细地点，要过要求千万唔通讲园区的名，过年也过换地点。好佳在人怎么已经平安返来，家属也放心。我是感觉人生的起伏相大，大概接近短不到5天的时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有帮助我今麦心里面的石头真的可以慢慢的放下来。会当伫咧过年前返来家出人这人食团圆饭，这个外加对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来讲，袂输敢若做一场恶梦共款。所以平常对迄种讲伫咧国外有薪水正悬的工作要找你去，就要特别注意，目睭八卡大蕊的，唔通互伊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意外消息，伫花莲的寿丰乡有一间庙，昨昏伫咧整修金炉。有一个工人伫咧金炉内底，怎去互规片放落来，怎甲地着，怎咧昏去。消防人员甲人救出来时阵，伊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死亡。这个死亡的是一个55年厝姓顾的工人。昨昏早起，伊去整修庙的金炉，伊入去金炉内底时阵，去互规个放气的怎甲地掉咧。另外一个工人发现了后，随报案。不过因为这个金炉真下。消防员甲烟筒拆掉，为顶悬，甲金炉内底装甲挖互开，才总算甲这个工人救出来。不过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伫巴西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有一台巴士那像是向破裂，失去控制，转冲去对向的车路，然后就去弄到一台拖拉库，也有一只轿车，然后规台巴士转导火烧起来。至少造成30个人死亡。小客车后即刻变形，边的巴士因为车祸起火，烧到即阵车体倾架。来美国加巴西当地2日透早，一台巴士为圣保罗出发，要去特奥菲卢奥托尼的途中，煞技术车链变链，货车辆失去控制，弄去对向的车道，甲一台载满泰路的卡车相撞，起火燃烧，佮影响到一台小客车。O ônibus que seguia sentido até o Flotone pela BR-116 perdeu o controle, colidiu com uma carreta, onde veio a se incendiar. Posteriormente, veículo Fiat Argo, que vinha também sentido Teoflotone. 虽然汽车驾驶甲乘客3个人拢幸运躲过一劫，严过巴士45名乘客，包括司机在内30多个人，煞未负造成死亡。因为目击者表示，是卡车载运的商品落落来，才互巴士弄到失控。暂时警方有员伫现场搜证，要厘清车祸原因。镜头跳去非洲国家奈及利亚，当地2日发生2件小 A 小赛事故，首都阿布加有9回发放亚弹礼物，煞造成9000人烧钱摕礼物，发生民众小 A 小赛死伤。Why they don't open gate once? Even though the security lie down, say I beg, calm down, no way. Before you know it, so people they crying here and there, people they crying, people jumping on top of fence. 另外，东南部社区嘛发生民众灌米油，佮现金了后，要发放予社区善食家庭的时阵，民众抢物资，发生小 A 小赛死伤事故。实际上，这嘛是当局过去3天以来，伫西南部社区伊巴丹一间高中办园游会，提供免费食品所发生小 A 小赛事故，造成35人死亡了后，佮一摆发生同款的悲剧。公视新闻台上朋友。同款继续来关心一个意外消息，巴西2日的时阵，伫南部的城市。吉拉马多发生有飞轮机摔落来的事故，包括这个驾驶在内，飞轮机顶10个人是全部罹难，因是一家伙仔。也若伫咧地面有17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有性命的危险。也若目前这失事的原因要等咧调查。
对天顶翕落去的画面看到，飞机降落时阵所经过路线，被弄到的厝的厝顶损害严重，也有一寡范围小甲乌草搭，消防员正伫咧现场处理。这台飞机是先去弄到一支烟筒，过去弄到一间厝的2楼，上面也设的一间家具店，零件也搁分配到附近一间旅馆。官员讲，地面上受伤的人已经送病院。这台1990年出售的派博 PA 421双发动机飞机，当地时间早起9点外，伊对附近的卡利纳机场起飞，要飞去圣保罗州的朱恩迪埃。迄当阵天气无啥好。O Estado está todo mobilizado aqui para dar o atendimento necessário. A gente tem 14 pessoas que foram até aqui. 过几天就是圣诞节，所以这个时阵发生空难。格拉马多伫咧山区是南大河州上热门的观光地点，尤其圣诞假期伫咧遮规拢是节庆的气氛。格拉马多今年初受到苏武境内大水侵袭，造成几60人死亡，基础设施损害，对这个州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瓜地马拉犹太教基本教义支派列夫塔霍尔向指控苦毒囡仔，包括性侵，而伊检方救出160个囡仔甲青少年，也拿详细情形要来调查。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今仔日讲，伊就任的头一天就要签署行政命令，要结束包括挂囡仔生殖器、甲下性别者赶出军队甲校园的情形，而且伊挂保证袂互查甫参加女子的体育，而且强调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敢若有2种性别，就是男性甲女性。来看乌克兰今年宣布一项罗西亚天然气过境合约，这个月底到期了后，就袂阁继续来签约。也若靠罗西亚提供天然气的斯洛伐克甲匈牙利，拢经针对可能无法度提供天然气的这件代志表达疑虑。根据罗西亚电视台报道，总统普丁今仔日伫咧克里姆林宫甲北约组织甲欧盟成员国的斯洛伐克总理展开会谈。歌手张惠妹阿妹日伊伫咧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歌迷是欢喜甲。不过附近的居民就反映讲，因兜一直咧准袂输是地动同款，嘛有人讲无啥物感觉，无受到影响。根据统计，1999这个专线日伊暗时计共有接到30通相关的电情。台北市体育局讲，已经有请万雄甲相关专业的单位来做检测。也若万雄是强调讲，因的结果甲相关的数据拢有符合规定。市府若是对表演的内容甲形态有啥物建议，会阁甲主办单位来讨论。歌手张惠妹日暗伫台北大巨蛋开唱，总计5场会一直唱到跨年。演唱会尾声唱招牌金歌《三一三暝》，现场气氛真嗨。也毋过有4区的居民反映徛街震动真有感觉，电风一直嗨，就连放伫桌顶的杯也一直转。就一直晃啊，那地震是几秒钟就停，他那个是晃到他那一个歌唱完，整晚就这样。10点开始就一直都是大地震来临之前的那种晃。位伫大巨蛋边仔的信义区新经理李明群组有袂少住户不满，也毋过也有人表示对震动无感觉，生活无受到影响。不会了，哪有那么没有那么夸张。我都不会，我没有地下室，我公寓都不会，我还前面的。根据统计，日暗1999市民服务电话拢总接到30通的居民反映，演唱会造成震动有害。北市体育局表示，已经督促万雄协同专业单位监测。大巨蛋整体的那个新建跟营运都是属于远雄这边统筹负责相关演唱会的一些跳跃造成的震动问题那远雄之前有承诺了，他会做好周围比较有影响的这些建筑物做一些监测，必要的时候会找一些专业的团队另外，大巨蛋今次会比较小巨蛋禁止跳动，体育局表示，伫也无科学分析提供证明进前，未做出相关决策。万雄搁一摆表示，结果甲强震数据符合规范，也毋过，若北市府对表演内容形态有建议规范，会搁甲主办方进行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圣诞节都要到啊，真侪所在拢会办活动。伫高雄的前金区一间酒吧，现在因为半暝音乐的声音伤大，造成附近居民的困扰。
昨日这间酒吧因为办圣诞活动去吵到民众，居民去甲因理论，双方散转的起冤家。那你可以试一下去调整。音乐声大声到对面大楼也听得到，要酒客伫路边大声伫开讲。高雄前金区一间酒吧伫深夜举办圣诞活动，一直到半暝，民众尾也去点头，请因调整音乐，尾也说安起来。住户都有去找阿 Q， 可是就没有用。为了他们，我还装了隔音窗，可是真的没办法。那其实之前我跟他们讲说，把你们的隔音做好，然后酒客约束好，他们就是跟你提啊。酒吧开业大约10年，做饮酒继续10年，有住户挡袂牢，决定要搬厝。作为民众，一摆卡1控检举拢无效果，这个市府处理态度真消极。警方讲，若是有非持续性噪音，可能违反商违法，应处6000以下罚款。他需要就是3个住户现场报案，需要有录影收证，然后还有1次警察的良性劝导。酒客如果他们再吵的话，就可以依这个去开罚，但只限于当天。经远警到场查看现场向负责人于南告诫，另请大楼管理员转至大楼管委会一同约制。根据了解，警局在1月到即阵总共接到4摆通报，不过敢若到场6块钱。环保局1月到3月接到5摆，民众定情噪音问题。不过警察人员到场了后，并无测量噪音的分贝。以后活动或什么，就是把时间提早，那声量压小。但是就是有些客人他喝了酒了，我们不一定我们都会在外面那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只能请就是客人自律而已。也点头是讲住户的态度无好，讲了后会甲活动结束时间提早。环保局讲会选一个营业日去量噪音是毋是符合这个管制区时段标准，若违规的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民众得到喙腔癌的比例是全球排第1的，因为考虑民众的健康，有发布预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这个草案，未来卖槟榔都要登记，嘛要配合检验。而且嘛，比较危害防治法，禁止民众伫咧公共场所食槟榔，而且未成年甲有身的人嘛规定袂当食。业者真实手伫包槟榔，台湾槟榔过去是定定三不管地带，为了民众健康，卫福部有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认定卖槟榔必须登录核准，而且配合检验，而且比较危害防治法，并且公共场所禁止食槟榔，未成年甲有身的成年人也袂使包槟榔。不过建议原住民族具有传统文化，质疑有使用槟榔必要的，无受这个规定的限制。如果一旦上路以后，我们才会定那些执法规。当然执法规我们一定会考虑到是小摊贩，会有经过一些宣导跟辅导的措施。那限制业者也限制捕食槟榔的人，像是禁止捕食场所也包含客停车甲游览车等，若是违规会处2000到1万块不定罚款。不过有捕食槟榔习惯的民众看法是无同款。你影响到别人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所以我蛮赞成说，你那个大众运输工具有没有跟自己的运输工具，这个要区隔到很清楚。管太多了啊，很多人的生计呢，对不对？种槟榔叶的，种槟榔的，那去跟那个看是大还是火冈山去吃素好了。我交流道的高雄这条中安路有不少槟榔搭。业者讲，槟榔近年来因为健康酸度这因素，生理已经落超过5成，利润也愈来愈低。烦恼这执法限制呢，一旦实施，恐惊互已经拢切落去的槟榔产业会更加害。现在已经都快生存不下去了，还要限制一大堆，真的槟榔也快走到祸端了啦，不用再花什么限令了，现在吃槟榔越来越少了啦。捕食槟榔可能造成喙癌这健康的危害，业者讲会使理解政府考虑，不过希望政府会使互缓冲期，也是辅导业者来转型，互社会基层的点头，甲消费者一寡生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南市东山区东河里，因为新起市街场的争议，当地里长吴辉生去互里民提起罢免案，参会投票的结果出来，同意罢免的是286票。若无同意的是124票，而且超过投票总数1/4的这个条件，罢免有通过。若这嘛正做台南市头一个防罢免成功的里长。一透早就咧整理宣传的机仔，看起来是真兴奋，因为东山区东河里长罢免案21号结果出炉，现任的里长吴辉生成功启用罢免，这嘛是台南市第一位启用成功罢免的里长。阮的里长阁拢无开说明会，直接甲转因互因去即个区公所申请遐资料互因过。阮的里面，我
阮的里面去咧甲里长招讲哦，来控制。里长讲，迄无法度控制。里长来要支持给遐业主，阮一定唔咩啊。本会预计于12月24日召开委员会议，审定并公告罢免投票结果。而罢免案通过者，被罢免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职务。吴伟新是7连败的资深里长，这次会去予里面提起罢免案，主要就是当地已经是新起2座市街场，煞阁要起第3座。吴伟新去用指控背离里内的民意，入去里面筹组自救会，真正抗议了后，最后对吴伟新发起罢免案，21号罢免成功。既然不为我们人民着想的话，我们不必等到他到任嘛，就是在半路上就可以把他拉下来。就是算讲尊重安尼就对啦。王伟新对家己遭受到罢免成功，低调无表示意见。台南市选委会表示，东河里罢免案选举人数总共756人，同意罢免的票数286票，比无同意的124票搁较侪，并且超过投票人总数1/4的门槛，罢免案通过。24号将会正式来公告，同时嘛会进行补选，准备伫3个月内选出新任的里长。记者王正훈台南报道。来看头一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起稿，包括政府的官员、民间团体，也有台语学者拢来参加。主办团体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提出3项诉求，包括要求政府成立台语的专职单位，推动台语成做通用的语言，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毋是干那伫课本内底，也有互台语成做学校教学的语言。期待政府甲民间会当合作，确实来落实台语的政策。福建台语。第一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伫礼拜举办，有侪侪关心台语发展的民众来参加，希望推动台语正常化，嘛呼吁中央地方政府爱成立台语相关的专职单位。大多数人使用台语无一个专职的部会，所以民间呢提出。要有这个台语福建委员会，我完全赞成。台文系教授柯慧茹指出，伫1915年，台湾有8成的人母语是台语。目前政府的本土语言政策受过强调文化甲传承，语言脱离日常生活，因为错误的政策，互华语、英语变作共通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互人放伫咧本土语。伊认为应该调整过来，甲台语、华语变作台湾的共通语，客语、原住民语放伫咧本土语言课程，甲英语改做重要的外语，安尼台语就有法度恢复伫日常的生活来使用。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是族群语言，但是台语是通用语，所以台语毋是讲倒一个族群的人讲的语，伊是应该是台湾过去中文来进行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讲的语言，而且袂使阁想要讲即寡恁拢本土语，所以恁就拢做同款的代志，恁就拢伫咧课本内面就好。柯慧茹表示，本土语言政策目前敢若伫咧文化部、教育部咧推动，伊认为其他的政府部门嘛要对咧重视。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讲，一天的讨论只是头一步，接落来会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台语政策，互台语的发展变做目标。记者陈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即马长期照护的问题是愈来愈受到重视。伫花莲的台湾基督教网络会黎明机构。使用智能障碍者，也佮有自闭症的朋友，毋但有规工提供照顾的教养院，嘛有训练因有工作能力的庇护工场等等。希望互遮的身心障碍者伫咧少年的时阵，有机会会当加入社会，食老来嘛有一个安心立命的所在。黎明机构这47年来，因坚持人道的精神，嘛互因得到吴尊贤爱心奖慈善服务类的肯定。牛奶棒，你好，妮妮，陪我查看看哦。唔惊青春骨力招风，黎明心脏庇护工场的老师带一群身心障碍囡仔来摆搭。伫花莲的黎明机构是专门照顾智能障碍者、自闭症患者的单位。因自1977年创立到今，已经行过47档。因毋望智能障碍囡仔通有机会培养能力，参与社会。你会不会紧张？不会，真的喜欢跟人互动，是不是？
像他们有一批是学生，他们是这边做啊，我们是负责他们做好的东西，我们拿出去销售这样子。美好工厂照因的个性甲兴趣分配工课，不过那边机构嘛指出，这囡仔甲因的亲人原来会老，尤其低龄障碍者功能退化比一般人更较紧，生病老的议题是愈来愈重要。多半都是有多重障碍，所以他们的退化速度会比一般人还要快。不管是像我们现在的动辅，或者是音乐舞蹈，或者是职能上面的一些辅助治疗，都很是希望帮助他们更多的刺激，延缓他们的老化。障碍程度有分轻重，无法度自立的那边教育院会使协助安迪通过几工。像秀梅是细汉时发烧退袂落来，佮昏迷1-2个月，影响到智能发展。今年已经50几岁。这几年，伊的行动甲认知功能愈来愈退化。秀梅的阿母讲，当食豆啊，顾甲真吃力。若是无够容易通安置查某囝，伊上烦恼的，就是有一天伊若先走，囡仔要安怎？大大迄车足济，伊嘛头个直走。伊即落囡仔无一定讲会比咱大先走呢，无一定咱先走嘛，无一定啊。主要爱有一个寄托啦。那边机构毋望请做服务对象的第二个厝，互因对少年到食老拢通有人陪伴甲支持，嘛帮助因的家庭减轻当头的压力。那边机构9年坚持的人道精神，嘛得到5尊献爱心奖、慈善服务奖的肯定。因除了表示感谢，嘛希望社会通重视这个议题，给因支持，互那边机构通久久长长陪伴需要帮助的人，对黑暗当中行向天光的迄一日。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华联报道。除了长照的家庭需要关心，有一寡经济弱势的家庭，因为因有祖产，所以无法度去申请补助。根据家福基金会统计，因协助25000户弱势家庭内底，有37%拢是无通过福利补助的家庭。家福基金会嘛表示，这家庭有超过4成，现在拢爱去甲人借钱来度日，甚至都爱借钱互囡仔去读册。也那这经济弱势，嘛限制这囡仔的学习甲发展。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外婆说的？阿嬷你辛苦了，以后我养你。76岁的阿嬷，一个人车用阿生甲阿生的阿兄甲小妹3孙拢要咧读册，一家伙仔4个人，干那靠人民家属少少的退休金咧过生活。阿嬷讲，这几年家在有家父的斗3工。他们还是蛮乖的啦，有时候在学校好像有比较努力一点，都会学到，要收到那个很多好心人的奖助金。身体不太好，就靠办中风跟那个家父的帮忙。阿嬷身体无好，加上阿嬷名下有房产，也无符合政府补助的标准。根据家福基金会调查，伫因帮助的25000户弱势家庭内底，有37.13%的家庭无福利身份，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原因拢是因为名下有房产，所以袂使申请政府的补助。这个家庭不管是伫生活上，也是囡仔的学习支出，拢面对真大的负担。有60%的家户，其实他们在为孩子添购日常用品，甚至缴水电费的时候是蛮担忧，甚至感到困难。那有43%的家户也发现说，他需要去借钱来支应家庭的生活所需。家福基金会表示，这个无福利身份实际上是经济弱势的家庭，有43.2%的家庭上在需要借钱过日子，因为无福利身份，甚至连囡仔的学费拢要甲人借，生活、教育的开销拢是负担。家父目前有以奖助学金、学习资源协助等等的方案提供帮助，也希望社会会当支持家父基金会做伙帮助这个无福利身份、拄到经济困境、佮上无资源的家庭。记者张家佳、曾俊佑台北报道。需要咱关心的弱势族群，也有伫咱台湾的移工。目前伫台湾的查某移工差不多有39万人，大部分拢是真少年的时阵就来到咱台湾。不过，因伫台湾做工课，嘛同款会有家庭，也有情感的需求。若是讲有心，现在都爱面对去互头家洗头路，或者是无所在通好等待生产的情形。即卖有民间团体特别拍纪录片，要互大家来了解这个移工妈妈因的困境。咱做伙来看卖。Malam ini sama sama emak, sama kakek nanti jangan buat mama ya.
你扔什么啊？两滴妈妈是不啊？纪录片内底，伊讲哪流目屎，哪甲囡仔染条条对伊讲话。伊讲妈妈伫台湾甲囡仔生落来，上在会拄着爱做工课，佮爱照顾囡仔的问题。真侪伊讲为着工课会选择甲囡仔送回去故乡。关心移工权益的桃园市军种服务协会就表示，即摆女性移工若是伫台湾有身，上在会面临互雇主开除的状况，这可能造成移工无所在待产。他的劳动力贡献给台湾的时间，他其实也有家庭的需求、感情的需求，所以他们是一定会面对生育的问题、养育小孩子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有社会的共识，可以更了解我们移工的处境？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只是劳动力，也是人的这样来看待？目前台湾外籍移工总数超过80万人，其中女性移工就占大约39万人。民间团体表示，其实移工伫台湾是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保障，因伫台湾生产是合法的。另外，纪录片导演也表示，希望透过记录移工妈妈的故事，让民众了解女性移工勇敢的一面。怀孕的女性移工妈妈，然后她们其实生下小孩过后，最后都要面临一个跟小孩就是离别或是一起回去的选择。然后这个选择不是只有短短的可能在台湾这样想好怎么样就好，他们的选择都是跨海的那种。为着要让民众做伙来关心移工议题，桃园市军种服务协会特别翕移工妈妈的纪录片《办理故事展览》，对19开始展出到21，现场有记录10个女性移工的生命故事。民间团体表示，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了解女性移工伫台湾生育会面临的困境。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台南盐水细粒的汤仔肚是真出名。不过今年因为做风台，也佮有外来种家庭是愈团愈侪，三不五时就会飞来园林偷食水果，所以今年柑仔蜜的产量是减5成。农民上过来上过去，咧找较红的柑仔蜜，甲挽落来，添咸水咸粉地栽种的柑仔蜜，即阵准备通采收。不过今年受到风台雨水侪影响。地属人花期无介理想，佮加上家庭伫遮生拖甲真厉害，农民无奈讲，鸟仔有时捅一喙就无爱食。估算今年产量平因过减5成。现在好像秋天好像突然跑不见了，植物上在应付这个极端气候，应该是会拄到相当的困难点了。番茄虽然是严重，但是番茄伊是陆续会在采收，伊陆续成熟的时候，虽然它量不大，但是鸟仔足多。根本就红袂赴通食。田沟底一粒粒柑仔蜜拢是互家庭捅过，农民慢慢单调，就惊暖气造成病虫害。针对鸟仔定来田林糟蹋，互做事人头壳无咧烧。农民讲各种无共的防范方法拢试过，去头用蜂胶球，嘛用过蜂胶布，即阵就算用泡仔来吓惊，嘛无啥效。因着爱人伫田林过，无到时规缺会互鸟仔食了了。伊就是伫园仔咧行。伊就痛的，就是说它的危害程度比一般的鸟害更严重。即摆政府规定讲，我袂当泥盲啊落去掠，因为惊去掠着类似像个保育咧。若有人去若有人去检举会罚钱，所以我拢唔敢去掠。就只好用赶。这个问题我会甲中央来反映因为8哥这摆影响越来越大的话希望能建立中央研拟一套来处置的作为给地方来依循外来种的家庭数量一直在增加，农民指出这个问题应该政府要来斗3工，希望政府通比较掠青皮笃定的种类方式来防治这款外来种。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家己由来的产量是全国排第2的，即卖伊种出一种外国的品种，叫做哈苏口莱亚。农民讲，这种品种的口感甲气味，拢比进口的也佫较好食。农民透过口莱亚外口的地啊，了解目前生长的状况。这种叫做哈斯的口莱亚，干那150到300公克重，真正拢需要为国外进口。家己县中部乡的农民配合农改场的技术，开12档的时间，即马总算甲种出来。我们做产期调节也好，做它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都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我们把这个品种慢慢的驯化，然后已经开始在中埔乡已经开花结果，有初步的成效。这个产销班为2021年成立，都开始加14位班员，种植面积大约10公顷，按算每年会增加到15公顷。
班长讲，这个苦莱啊甘油的量有20多度，比一般苦莱啊搁较悬，而且较细粒，一般小家庭买起来较无负担。哈斯来讲，伊的油质真好，品质真好啦。啊，你啊好好啊顾的话，这个品质是比咱台湾的搁较好顾、较好管理。伊会比咱台湾大粒的一般生较高。啊，伊的特别的好处就是较唔惊风台、甲雨水，伊较袂漏果。中部农会表示，市面上真侪哈斯苦莱啊，因为是进口的，所以长时间的运送加减会影响到口感甲品质。即马逐冬12月到过冬2月，家己县中部乡嘛有家己种的哈斯苦莱啊，若互消费者有别款选择，中部的农民嘛找到新的发展目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嘉义为2日开始连续9日举办高山茶展览甲活动，要来了解阿里山的茶米甲咖啡，希望会当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茶艺师透过体验活动，教民众安怎来品茶芳、看茶色、入捌茶知识。嘉义县太和水利埕顶石岛水统5大地区的茶农，甲嘉义县政府做伙伫中部农会来举办高山茶岛的活动。有特色的茶室体验，阁有产业文化的展览。我感觉今年的茶都真正做好耍，做趣味的，然后内容拢足丰富的。对啊，嘛足侪咱嘉义家己在地的茶农伫遮咧摆摊。咱占咱嘉义地区茶产量上济的所在嘛，对啊，今年其实品质。数字有比往年较少一撮，产量较少，但是品质我感觉比往年拢较提升。为12月2日到2、9的活动展览当中，有茶甲咖啡的文化产业馆，内底唔但有紹介茶农、咖啡农以外，佮結合產地甲觀光路線的規劃，互民眾看展覽的時陣，嘛更較入捌阿里山區的產業特色。我當初有去體驗茶加 whisky， 迄真正做袂歹的，嘿，迄第一個看到。拎起来嘛，就顺口哎。透过这样的展览呢，把台湾的茶给推出来，尤其是嘉义的高山茶，我们也有5大茶区的一个体验，然后360度的一个环境。那也包括说，我们有把茶跟艺术、跟花艺、跟我们的精工，全部都会结合在一起。除了活动的举办以外，嘉义县政府嘛邀請國內10間旅行業者做伙來將合作備忘錄，希望透過旅行業者的資源，讓產地甲產業會當透過觀光帶來發展。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在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每一年聖誕節攏會推出特殊造型的飛仔紅仔，大邊人講是代表黃金，嘛代表財富。今年上屆搶市的紅仔是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的，咱做伙來看賣。西班牙巴塞隆納這間藝品店的門口，有一陣紅仔可兄佇咧排邊，店內最新的紅仔也攏是褪後排邊。今年賣了上好的就是川普。I mean, of course, you know, you gotta get Donald Trump. You know, like that one's the best. You know, just th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and everything. And it's just funny that you can get one of him pooping. 這種的紅仔聽起來敢若無啥文雅，不過佇咧加泰隆尼亞地區，這是一項正特別的耶誕傳統。上早的歷史是17世紀末，一間教會耶穌誕生場景的紅仔內邊就一尊是無像人區的迄當陣的人認為白聖杯代表肥料加財富運勢。因那牌匾也是上瓦棍生活的藝術企劃，牌匾紅仔就呢保存落來。每年到耶誕節，真濟人攏會買來送禮，或者是採家己厝內。這種的紅仔傳統的做法，是甲黏土放入去1000度的窯內面燒甲定型，過來用手工畫色。即馬製程一直佇咧進化，紅仔的形態也愈來愈多元化。家庭菜紅仔大部攏是話題性的人物，有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俄國總統普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包含領導人金正恩，連阿根廷球星梅西加西班牙球王納達爾也有，一個韓國流行遊戲的角色。對政要名人到一般百姓，無論是啥人，攏愛褪去區的所以這種牌匾紅仔刻畫出真實的生活形態，也將這加泰隆尼亞傳統的特產。業者估計每年耶誕節會當賣3萬仙紅仔。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天氣報你知，咱做伙來看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上低13度，上懸18度。中部地區上低13度，上懸19度。
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9度至18度。这2天天气较凉冷，提醒大家都会记得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